歡迎收睇蛋撻 TV， 我係楊如思。反覆無常嘅狂人特朗普再次掀起貿易戰，全球經濟經歷短暫平穩，再次掀起波瀾。美股經歷暴跌之後又反彈，黃金創新高，即刻回調。加密貨幣血流成河，環球投資者損手爛腳。但係有神秘賬戶被揭發喺特朗普突發宣布加徵關稅前1個鐘，反常規做空狂賺超過1.9億美元。有傳神秘賬戶為特朗普家族持有。關稅政策衝擊下，中國經濟未見受壓，反而美國經濟率先下挫。係咪特朗普關稅大招已經開始失效呢？經濟政策彈出彈入，關稅話加就加，滅絕侵侵企圖用所謂嘅交易藝術打造贏家形象，自己荷包同政治形象 win 雙贏。但係特朗普呢招關稅七傷拳已經俾中國用太極內需化解，美國加關稅，中國即刻推國家補貼以舊換新，出口即刻變內需，將俾美國嘅關稅轉化成為國內消費，老百姓人人有得益。多謝特朗普都嚟唔切，再使出一招稀土打狗棒，直接令到狂人特朗普跪低。稀土禁令一出，華爾街即刻重現4月暴跌，科網巨頭帶頭插水，美國加關稅最多令到中國企業賺少啲，但係中國稀土禁令一出，班靠晶片神話吹爆股價嘅美國巨頭，就連一粒晶片都生產唔到 ，AI 雞棚隨時爆煲，華爾街巨鱷同矽谷大佬頂唔順向侵侵炸營，特朗普唯有跪低講句 Don't worry about China。特朗普由政治狂人變身 Takeo 代言人，滅絕侵侵，眼見一招不成，又出一招，跪低之後又彈起，用蝦油蝦毛公開 post 狂噴，話中國唔買美國大豆係敵對行為，禁止美國入口中國食用油。中國不慌不忙用大豆大挪移化解，將大豆入口需求分散落美國後花園南美，巴西即刻取代美國成為中國最大大豆來源。連特朗普嘅 Die Hard fans 阿根廷都分埋美國個餅齊齊賣大豆，美國大豆最大市場即刻拱手相讓，中國食用油不嬲都冇乜美國市場，特朗普禁同唔禁冇分別。侵侵呢招直接將美國豆農逼上絕路，滅絕侵侵果然係要 make 美國農民 die again。除咗美國股市，中美貿易戰出現外溢效應，美國盟友荷蘭突發凍結中資晶片企業資產。中國反制制裁韓資美企，中美以外嘅國家都成為貿易戰一環。世界會迎嚟經濟冷戰，定係經濟格局大洗牌啦？特朗普希望自己一家獨贏，就想全世界都做輸家，唔只要攬炒美國，仲想攬炒全球。明明就係美國自己玩貿易壁壘，仲要靜雞雞叫班馬仔盟友出面做強盜，揾唔到中國着數就夾硬搶。中資公司喺荷蘭投資，請埋班歐洲人做管理層，合法合情合理，咁都可以話危害國家安全。未審先判，直接凍結190億中國資產，又話歐洲國家講人權法治，原來呢啲歐美國家打晒龍通，人嚟投資就講法治，關埋門就係由美國話事。面對投資者就零透明、零協商，跟足規矩做生意都可以全盤打劫。呢啲歐洲國家所謂危害國家安全，聯手針對中國企業玩封殺同強迫技術轉讓，根本就係危害美國國家利益。所謂歐洲主權都不如美國政府面子重要。合縱連橫，中國玩咗幾千年，班歐美盲毛識條毛咩？中國面對西方聯手玩封殺，精準切割擊破塑料聯盟，稀土禁令擴展到特定領域，先進晶片 AI 領域再到軍事用途，唔止美國矽谷受影響，作為美國晶片供應鏈嘅歐洲同台灣同樣冇得走雞。美國用停港費封殺中國航運，中國即刻 KO 美國造船業復興計劃，全球99% 輪船工業掌握喺東亞三國手上。美國要振興船運就要靠韓國供血。中國制裁韓華海洋美國子公司，直接將美國造船業借殼翻身嘅企圖扼殺萌芽之中。韓國政府嚇到震，同中國解釋自己都係無辜價，自己都係人質嚟㗎。韓國 promise 咗特朗普嘅1500億美元投資即刻縮沙。中國大豆同礦產入口從美國、澳洲轉移到南美，美國後花園即刻變成中國好巴打。反全球化嘅西方經濟鐵幕只會造成自己經濟孤立。特朗普發文宣稱，中美已經處於貿易戰當中，但係美國關稅大棒同晶片封鎖已經失效，中國反擊力度越嚟越大。
貿易戰已經從美國出招、中國接招嘅忍讓局面，逐漸扭轉成為中國主動化解美國經濟封鎖嘅進取態勢。特朗普將貿易戰越拖得耐，美國可以用嘅招數就越少。貿易戰暴露嘅唔止係美國強弩之末，更加係中國硬實力嘅底氣。蛋撻 TV，我哋下次見。